就是因为有观众朋友会疼爱这个好戏，才会当搁再来连台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每一年拢有一个大家出来演出，又搁开始啊。今年呢，以情义做主题，邀请5个剧团来演出，有歌戏，也有布袋戏。那甲这大家出来站头做好精彩，也有加入新的元素。6月29日开始，就伫咧台湾戏剧中心要来好戏连台。南洋有温思过，免我不救。大家卖唱新唱歌出场，这是金光布袋戏甲真澳洲蒋中剧团合作的新布袋戏出6合军阶段，将要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的大家出在现剧展中演出。这出戏改编黄俊雄的经典6合3阶段，黄俊雄的地主主演王义光，布袋戏过去伫外场内场演出，即马要入去剧场会加入无共款的元素，而且主角对3级变做军级，伊讲会有其他英雄来到热烈，大家当期待。即马入来室内。剧场式的，咱可能有一寡明火，或者是一寡特技的部分，都有较限制。而剧情较紧凑，嘿，就是紧张、悬疑各方面拢会比以往佫特别加当初安尼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对2014年开始，每一年规划大家出再现剧展，邀一无同款的传统表演艺术团体重新搬演经典作品，并且加入新的元素。今年的总策划人讲，伊今年定情义守护为主题，是因为布袋戏歌戏内底有真侪讲情讲义的内容，伊想要将传统戏剧中的温度重新搬互现代观众看。我细汉看戏的时候，我特别来看到这，我嘛感觉这对我有一个潜移默化。这潜移默化，我感觉对世道人心有相当的帮助啦。这个参与的剧团包括5个布袋戏甲歌戏团，团艺中心讲，因每一档拢会竞出无同款的传统表演团体，协助因整理经典作品，重新搬上舞台，撇面戏团。这个工作需要大家共同的支持，嘛邀请民众做伙加入剧场看传统戏剧的真义，守护台湾的传统表演艺术。记者柯山林永凯台北报道。